你怎么看现在很多博主说不吃米饭不吃馒头可以更加年轻？我记得小时候啊，就是我妈妈会经常对我们讲，多吃点米饭，我们就会快到长大。我现在长大了，我怎么就听到很多人跟我们讲，哎，不要多吃米饭，不要多吃馒头，否则我们的脸蛋会越长越老哈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。我想我应该听我妈妈的吧，因为她很淳朴啊，她会老实牢记老祖辈给我们讲的，哎，五谷为养。我也觉得妈妈应该是最爱我们的人，她不会骗我们。我想我应该多吃点，而不是说是去听那些每天都惦记我口袋里面的钱，喊着不吃馒头不吃米饭，多吃点清淡食的口号，让我去多买点，你们懂吗？